乡亲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初2，旧历的5月30，礼拜二。新闻的头一条来看，台湾南滨海域热低压对流真旺，结果伫屏东的南边甲南州的交界处，伫昨下晡出现着咖喱仔风，其中南州乡的万华村，互咖喱仔风来回加过2届，迄个强度是强甲3.5吨的货车拢吹甲煞位。还有这个铁皮厝顶甲粉胶涂嘛拢吹去，若南边的镇安村有真侪户人家厝的玻璃吹破，看板嘛拢吹去，民众大家是赶紧避入去厝内，惊甲咻咻叫。哇，真恐怖，威力非常大，光雷阿风，铁皮粪扫桶以后全部拢架起来，电线嘛拢叫我断去。光雷阿风扫过，连一大堆垃圾土，也有杂物拢架起来。光寮前面蓝色的塑胶篮嘛架飞起，2台机车差一点也唔敢走，也有一间宫庙。光雷阿风赶入去庙顶前，强风灌入去宫庙内。民众比伫庙内，叫强风惊到要害去。7月初下晡3点左右，屏东县南州乡甲南滨乡交界所在，汹涌来一阵光雷阿风，被扫过的所在东倒西歪。那边的镇安村一间保安宫咧，庙顶顶面的铁皮规片拢吹走去，庙内嘛吹甲变形，毁损严重。拄着拢偏风啊，严重啊！电话条倒落，电线断去，大型的广告烟架啊嘛规片拢落落来，还有粉胶涂啊嘛吹飞去。不少看板拢落落来。根据恒春气象站表示，这阵光雷阿风是挖进巴士海峡甲台湾南部带来旺盛的水汽甲无稳定的大气，造成激烈的对流分化发电所形成的。短短时间内，这光雷阿风破坏力非常强，南州乡甲南滨乡内受到不小毁损。